来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桃园，讲有3个民众做完着高端疫苗了后，身体无爽快。其中大有国中的注射站有一个30岁美国籍的男子当场来昏倒，事后现场的民众就青惊。就是从椅子摔下来，女生，对女生，她几年次状况？80年次，对啊。哦，就是一下失去意识摔下来，然后后来就醒。这个女子倒落涂骹了后，医护人员赶紧围过甲确认状况。经过医生的评估，要来送急诊。但是这个女子认为家己的状况还会杀哩，这个救护车拢来啊，伊也是无愿意到病院。大有国中现场人员讲，另外2位身体无爽快的民众拢无食早顿，还有一个47岁男子做完了后头晕想要吐，血压来称悬，目前伫病院咧观察。另外，伫中原国小毛注射站有一个26岁姑娘仔做完了后身体无爽快，送到联心病院来救护。